日則咧係我第一隻客家嘅角色，就是用日隻角色做一隻節目。日隻角色係阿蘭子。阿蘭子，佢係一隻清潔工人啊。安用佢做一隻 ribbon 啊，人家叫佢做 ribbon 啊，頭箍。日隻係家嘅公主咯。所以有一個 slogan 啊，阿蘭子 on duty， 安用啊。你當初儂會創作一個角色嘅喏？本地嘅電視台嘅 Astro 嘛，佢有一隻好似網絡嘅平台啦，佢要做一隻網絡嘅 content，就講做一隻 IP，因為有福建台嘛，華語台，但係冇客家台，我要諗到我係客家人，做唔做我要諗點得做一隻角色啦，佢係客家人。佢就做啲分享咧，好似生活智慧啊。一個是唔係電視台想要客家角色，是想要做網絡節目。對，得啦，用一隻客家人啊，因為客家話好親切嘛。